一約翰書第四、第七節咁樣講到，兄弟姊妹愛惜嘅，來切嘅嚟互相相惜，互相相愛惜，因為到惜都係從上帝嘅嚟，每個人有隻愛都係從上帝嘅出世。咪意思呢？意思是個相信主嘅人，是個信上帝嘅人，因為到上帝都係愛，上帝都係要寫。嗱，一約翰書第四、第八節樣講到，係咪人冇寫嘅心中，冇相愛嘅心中，唔是上帝，因為到上帝人類都係要隻愛。但係為上帝人類嘅愛哪嘅見字會呢？上帝嘅愛說分體，第二咧嘅世間嘅人類，佢獻出嘅嘅寫，佢來世間出世，按照耶穌基督死世十字架，3日然後嘅復活，為了咩呢？為了人類萬人相信佢實得救，唔係得到呢罪惡產道嘅方面。嗱，呢就係上帝嘅寫，具體對於世間人類嘅獻出了本質價值。萬人相信耶穌基督，得到上帝嘅恩典，得到上帝嘅愛，得到上帝嘅愛，是個能夠做出上帝嘅愛，本世間人類相得。阿門。